80岁开始拿画笔，老人家对自己的作品嘴上总是嫌弃。本来眼睛好好的，嘴巴也是变得那么大了。我家的小狗啊，没有了。阿婆一直说没有了，后面就还很多。其实已经完成一整本画册，许多故事原本只是放在心底，岁月回不去，心可以。人老心唔会老。人老心不老，用旧爱黑嗓，永远年轻。大女儿陪着在旁作画，小女儿是绘本创作家，是县城的老师。周艺珍10年前就教导一群和母亲年纪相仿、70、80岁客家阿婆画绘本，至今难忘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会影响别人呐，他从来没有想过。可是很多人会受到启发。阿婆的绘本里平格的记忆，不一定大风大浪才有故事性，都是每个人来世上独一无二的经历。周艺珍用绘本画地方故事，在家乡花莲90年的老房子里，也有她始终放不下、一直都在的场景。这棵树从小看到大没变，然后这些光影会一直变。小时候是我爸爸陪我们写功课，帮我们洗衣服、洗袜子，我妈在外面打拼那种的。这是客家人的另外一种温柔跟爱孩子的方式。父亲的爱，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化作动力。周艺珍借由图像和文字传达乡土的情感，兼具教育意义。大家或者觉得不重视，或是觉得不重要，可是我们可以透过故事，让读者在慢慢看故事的时候，他可以领悟到一些东西。如同周艺珍在绘本中写的，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棵树，一棵生长在故乡、思念在心里的树，因而它从未走远。人老心唔会老，用旧爱黑嗓。人老心唔会老，用旧爱黑嗓。谢谢宗仪老师。